今天呢，我又出去代购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代购的东西。那么这里面是八宝饭啊，这个是苏州的传统的纯手工的八宝饭。那么这个是豆渣放在外面的，上面是八宝呢，还有松子仁呢，里面呢，下面呢就是白糯米啊。这个八宝饭一直在回购，评价全部都是好评，很好吃的啊。这个八宝饭啊，正常的话就是八宝饭一般吃到过年的时候就没有了。那么现在过年后，你看我这边还是有一直在回购，可见我的八宝饭有多好吃。然后这里面带的是猪心年的鲜肉汤团，这里面有2份。这个奶油话梅呢是苏州采自摘的，我今天要重点介绍的。这个话梅呢很好的，那么它的包装也很好，一盒呢是300克，它的颗粒很大的，我们从底部可以看出来，它的颗粒很大啊。那么它的口感很好，就是你吃在嘴巴里就是那种老式的话梅，它带着一点点咸，然后酸甜口，它那个酸甜口的口感的那个度是把握的刚刚好。你放在嘴巴里，如果你不去嚼这个果肉的话，就是能持久8个小时，就是一直有味道，这个味道而且很好，就是口感是酸甜度很好，就是刚刚好的，我也没法说。所以这个话梅呢，不管你是送人啊，或者自家吃啊，还是放在公司啊上班时候吃都很好的啊。然后这个呢是我推荐的，苏州的杨梅干啊，很好吃的，这个里面一袋是一斤，这个是珍珠梅啊，一袋也是1斤，这2种口味的蜜饯一直在重复回购。这个呢也是采自摘的玫瑰味的桃片啊。然后这里面是杜山珍的卤菜，杜山珍卤菜看一下啊，这里面我一直说的它都是有小票的。那么这里面代购的呢，这个里面是熏鱼，一直要代购的。这个里面是焖肉，那么我们吃面条的时候吃焖肉啊，也是很好的，一直在代购的。还有这个素鸡啊，也是推荐的，很好吃的。然后这里面是酱鸭半只，然后这个是凹鹅半只，很大的凹鹅也很好吃的这个凹鹅啊，这个季节到了，凹鹅啊、咸水鹅啊马上也要吃起来了啊。然后这里面是一位粉丝朋友啊，他让我帮他带的蚕豆，他们那个可能是没有这种蚕豆荚啊，现在蚕豆也不便宜，但是好吃呀。然后这个是矮脚青啊，今天我好不容易才给他找到，因为现在苏州这边都有菜店了嘛，我给他好不容易找了几家，找到这个矮脚青，现在还菜店没怎么多的这个矮脚青。然后这里面是梅干菜，这个呢是梅干菜，看到吧？这个我也一直在代购的，就是梅干菜，很干净，很香。然后这个呢是笋干菜，看到吗？里面是有一点小的嫩笋片的啊，也是很好吃的。我之前视频里面也有做过的，有这个笋干片的啊。差点忘记了，这个粉丝朋友还让我帮他带来1斤的油面筋哦，1斤好多，大家都问我1斤有多少个，你看有多少个？这里面都有100来个，好多的这个无锡的亲子油面筋啊，所以这么多了，我赶紧要打包了。